亿国教座谈会，本土人士守在校外抗议。曾经杠上作家黄春明而声名大噪的陈大副教授蒋维文也在其中。而台南市长赖清德对马总统吐槽，痛批台南市的补助经费灌水，如果经费不足，12年国教是否爱难从命？马中统的车队开进南二中门口2旁站了大批的抗议民众，本土社团高举抗议标语，而曾经因为杠上作家黄春明而声名大噪的成大台文所副教授蒋维文也在其中。要求每小学、中学、甲高中，爱把台湾以外的教育权进行12年国民教育改革。抗议民众拿着扩音器、麦克风大喊，警方以干扰学生考试为由举牌警告，双方争抢麦克风，爆发口角冲突。南二中家长会长也出面协调。卖假啦，卖假啦！那个我小姐安尼啦，拜托啦。声浪轰轰，校园内也不遑多让。台南市议员王定宇、邱丽丽包围教育部长蒋伟宁，质疑12年国教决策太仓促。全国家长团体联盟也高举海报表达意见，希望12年国教要真正落实，减轻国中生的升学压力。很感谢说政府有这个德政，可是，在细节上必须要非常的小心，必须要坚持，一定要免试，机会均等。而在座谈会里，台南市长赖清德一针见血，提出12年国教的裁员问题，对于补助款数字与马总统唇枪舌战，痛批数字灌水。市政府每一年平均编417.95亿，比过去一年265.27亿要增加，一年增加153亿，在各县市里面呢是应该是排前5名的。我觉得这样的比较其实是有失真的这个状况。所谓的153亿多，高中是要有点难是怎么接管，随同以后的经费上来，这公不公平？赖清德强调，倘若经费不足，在无法确保教育品质和受教学生权益的情况之下，12年国教是否爱难从命？但总统也不让步，坚持12年国教103年一定上路。李世新闻黄美惠、欧英修台南市报道。美国签证费用。